来，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来指控讲，三军总病院、海军舰队指挥部甲国防大学拢有使用中国制的产品。国防部是来回应讲，已经甲得标的企业停止契约了。在这么多军事要塞里面，借由装设太阳能光电设备，在里面装了什么？中国的路由器。我要请问国防部，打算怎么处理？国安第一线海军的舰队用的是中国籍的通信设备，吴强进前就讲，历年国家对联合再生企业无重视国防安全，得标后随违用。太阳光电的零件写中国制，当时国防部答应1个月来换掉，验过一个对查了后。像剥洋葱一样，抓到一个才承认一个。现在抓到有中国资通讯产品的4个地方：南洋指挥部、左云海军军区、国防大学、三军总医院。实际到现场勘验，唔那南洋指挥部有44台逆变器，高包括三军总病院、左营海军营区，甚至国防大学。连接网络的装备、工业电脑，全军158案，有24案拢总到中国籍通讯产品。黄国昌骂历年的国家队，国家投资将近有30亿，做华为进入军事要地，造成严重的治安危险。路由器竟然去使用中国的品牌或者中国制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国防部随回应讲，因为联合再生违约的事实明确，牵涉到治安的顾虑，已经在7月17进行终止契约。另外，其他军事基地使用中国籍的产品无确实汇报，这是业务主管失职的处罚。不过，依照历年国家队的名号引起红色警报，国安单位真正得要谨慎应对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